哇，好靚嘅玉屏啊！簡直係我哋公屋居屋嘅慳錢神器啊！嗱，屋企嘅地下唔使改造，直接裝上去就搞掂㗎啦。如果唔中意想改過佢嘅話咧，嗱呢度仲有好多款式俾你揀添，好似呢套直型咁樣。嗱，我哋左右都可以燙嘅，2980就搞掂㗎啦。我會一個一個做評，仲有近期嘅作品，逐一咁樣同你分享。這款是極窄邊框掩門，配上拉絲金屬邊框，時尚又高級。這個鑽石型玉屏最適合公屋居屋使用，不用打拆又慳一筆。全部邊框和玻璃款式都可以自由挑選。側趟門玉屏最適合小空間企缸，開關門幾乎不佔空間，不單止實用還美觀。這個是直型雙趟門，置底款式，如果選用鋁材邊框，2580就有一套啦，簡直抵到我流眼淚，係最常見款式，裝上都靚到爆燈。三趟玉屏也很好看，燙開非常順滑，最適合想展示獨特品味。最後這個是全包邊框，不單可以在浴室使用，辦公室也非常適合分割，可假裝玻璃花紋，增加隱私度。全長2000尺，一站式建材店，全屋一次過買齊。潤基商業大廈3樓，旺角站行3分鐘到，快啲來選購啦！